把眼睛给我擦干净，再来一遍。报告，我是二号，在今后的日子里，不管有多大的困难，我会全力以赴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现在想干什么？确定吗？我确定。你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到底有没有？有，到底有没有？有，有，有，我有没有？有，到底有没有？有。我叫安可儿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将全力以赴。坚持的。全力以赴，你全力以赴了。有，没有？有，没有，这你走了。没有，看着你那个眼神变得不坚定了。没有，你有？没有，有。没有，害怕了？没有，错了。没有，你连当时说话的勇气都没有了。没有，这你就颤抖了。没有，你有？没有。抖音。